ki kaydı taraf çedora. Gözüş dora.哎，多少？对。哦。相当于那这一部分就是58、59个148。哦。加59，再加148，265。还要是90加上180是217。其实它俩差的就是。Güzel durumu. Uzi, agar ki yine işitme, yine saça sponge. What sopi? 老师给你现在去做一下，就严格的啊。对对，就下料非常准确。این یکم دقیقیش نشون بده. لیام استفاده بری اسراف کم میشه. 5 سانتیمتر اسراف کم میشه. تا کی تایور میکنه؟因为咱们专业里面，那就明白了。老5 milimetre就是就5毫米，我上午自己做了，就260，跟那个一模一样。我上午自己做了，就5毫米，就剪去两边的，就是因为。因为它这个。明年的话，我们能做那个稍微码字网线两个码。对。给他们学一下中文叫一个字吧。我跟他们说。写一个一字。他翻译不出来吗？是，我就是跟他说是 S 形式，是 S 形式。中国这是我们一个字。You know S 那个呢 ？S 一米六个分。这样的吧？对。跟我们这是一字花，这是我们的中国一个字。我们叫牙字形。牙字形。哦，有一种鸟。鸭子吗？鸭子。对，鸭子。为什么鸭子是这样的呢？鸭子不是飞着在吗？对，是吧？那样。哦，因为我们中国有一个汉字，就这么写。那个바로 치 어떻게 하면? 네, 이만 그 방. 然后还有一个是一起跑。咱不做了。得让你做出来。他做不了。那我们明天就是